大家好，我係 Matthew 黑超，今日2025年嘅6月9號，咁就好耐冇拍片啦，想同大家吹下水。事緣呢，最近真係好忙，辦公時間呢就諗下點樣做好呢啲生意，因為我哋俾個 Donald Trump 呢搞到呢而家都生意難做。咁非辦公時間呢，就好多時間陪個仔去玩下啦。咁唔經唔覺眨下眼，個仔都5歲大啦，唔知佢仲騷我幾耐啊嘛？可能隔多1-2年，老豆行開啦，我出去揾 friend 啊，都唔奇啊嘛。所以有機會呢，都想同佢多啲製造一啲回憶啦，叫做。首先講下呢個美國佬嘅穩定幣法案啦。其實呢單嘢呢，我都覺得幾咁矛盾嘅。如果大家有睇開我片都知啦，以前就美元黃金啦，金本體位制度啦，黃金與美元掛鈎，咁就基於佢哋先使未來錢啊，不停打仗啊，各方面嘅嘢啦。黃金儲備唔夠咯喎，咁就再掛唔到黃金啦，就同啲阿拉伯國家傾掂數，喂，以後石油用我哋美元結算啦，就衍生咗石油美元，咁樣去繼續維持住佢哋嘅美元霸權呢個位置，呢個角色。因為早排啊，即係以前啦，冇咁多電動車啊，冇咁多太陽能啊，各方面嘅嘢啊嘛，就導致到石油個需求好大嘅，所有地方都需要嘅，到而家都係啊，當然，但係慢慢地冇咁大嘅。咁大家需要買石油，咁石油用美元結算，咁啊即係需要美元咯，咁就令到美元嘅需求就依然係有。咁到現在啦，早排啦，佢哋推出咗一個叫穩定幣法案，咁就變相而言就真係將美元掛鈎呢個虛擬貨幣。其實呢件事咧都幾咁矛盾嘅，因為大家都知啦，虛擬貨幣嘅興起其實就係因為美元嘅濫發，大家唔再相信政府所發行嘅貨幣，所以先製造咗一個虛擬貨幣嘅價值出嚟。佢哋就係去中心化，喂 set 好咗掘咗咁多粒就係咁多粒㗎啦，唔會再多㗎啦。要掘就趁早啦，冇晒就冇晒㗎啦。但係現在美元又與虛擬貨幣掛鈎，即係呢個穩定幣法案呢，講少少關於呢個穩定幣啦。其實大家如果想投資，譬如 Bitcoin 咁講，你就不能直接用現金啊，就咁買 Bitcoin 嘅。你係需要用美元買咗一嚿叫 USDT 嘅嘢，跟住再用呢嚿 USDT 嘅嘢去投資比特幣。咁我嗰一刻就諗啦，啊點解你要咁做呢？直接用美元買咪得咯，反正 USDT 同美元係1對1嘅喎。其實個 concept 咧就好似你去賭場去賭錢。首先你現金係要對咗籌碼先，再籌碼先落注。咁呢個動作呢，其實就係令到你使下錢方便咗，一句講晒，令到你冇咁即係追蹤唔到究竟呢嚿錢嘅來源是誰。個 transaction 係會見到嘅，因為喺個 cold wallet 度會有嘅，喺個冷錢包度會見到嘅。但係個來源呢嚿錢點嚟嘅係冇人知嘅。所以就係攞嚟使錢啦，即係呢個係某一啲我唔知係大多數定係少數嘅虛擬貨幣持有者嘅做法啦。不過即係重點就在於現在美元與虛擬貨幣透過呢個穩定幣法案而作出一個掛鈎。呢個穩定幣法案呢，就係規定你所有發行穩定幣嘅發行商要持有相對嘅美國資產，例如現金啦，例如債券啦，例如某一啲股權啦，總之資產去做佢背後嘅抵押。所以就奇怪啦，成件事又變得矛盾啦。呢個虛擬貨幣係因為美元嘅濫發而製造價值出嚟，所以炒到而家成10萬美元一粒。但係又基於有一個咁嘅法案，令到呢啲所發行穩定幣嘅發行商每發行幾多就要買翻相對嘅美元資產，
咁樣去行喎。所以咧，其實就真係好矛盾嘅，因為呢嚿嘢本身就係對抗美元嘅濫發而發明出嚟，個價值亦都係因為美元嘅濫發從而得到嘅。但係現在又因為呢條法案要令到發行商買翻相對嘅美元資產去做抵押、去做保證，所以咧好亂啊！我都仲未摸得清，不過好合理嘅。咁容易俾你睇得清成個圖畫、成個故事，咁你就係巴菲特啦，邊有棟兜踎啊？邊度會做埋晒啲咁嘅生意仔？所以咧，希望大家都小心啲啦，因為呢件事我估計都唔係咁簡單。曾經有個陰謀論講過，虛擬貨幣其實就係為咗解除美國呢個國債，呢幾十兆嘅國債而發明出嚟嘅嘢，背後係一個騙局，係一個陰謀。不過呢啲都係陰謀論啊！我哋冇份玩嘅，葡萄是酸的，咁咪覺得陰謀論咯。有份玩嘅1-2萬美元揸到而家10萬嘅，咁咪覺得你都發一瘋嘅，明明咁正嘅嘢。咁就呢啲見仁見智啦，大家睇路啦。嗱，第二單嘢咧就想講下，其實最近我哋香港，我哋啲樓又跌啊，個股最近好似好翻啲啦。但係即係我覺得最近我哋香港咧都太早啊！自從有咗國安法啊，有咗呢個愛國者治港之後咧，我哋成個社會普遍都偏埋咗去左邊。成日聽到有啲人話，唉，我哋啲皇后大道啊改名啦，變咩啊？愛國路啊咁嗰啲嘢啦。我哋多啲繁體，多啲簡體字啦，唔好用英文啦咁。其實我真係好反感嘅，聽到。我哋喺一個咁嘅環境，國家中美嘅國力嘅大前提底下，如果我哋香港真係埋晒咗嘅，咁就真係正中咗美國佬嘅圈套。我哋反而應該做好啲嘅國際性，用多啲英文，盡量保留以前未有國安法、未有愛國者治港已經有嘅嘢。我哋要盡量保留住。嗱，唔代表話我認為國家安全唔重要，國家安全係重要。不過現在乜都齊啦。大家唔需要好似美國佬咁泛國家安全化，佢哋乜 Q 都國家安全啊！貿易議題有國家安全，債務問題有國家安全，科技問題有國家安全，乜都國家安全。我哋唔需要咁做啊！我哋需要就係繼續捍衛、繼續守護翻我哋以前有嘅嘢。當然，大前提係有一個國家安全嘅保護罩。呢個保護罩我哋已經齊咗㗎啦，即係唔需要日講夜講。我哋更加唔需要話香港要行嗰啲簡體字化啊，將啲路改名啊，呢啲更加唔需要啊！呢啲只會令到美國佬開心，因為佢就係唔想你一國兩制，佢就係想你一國兩制失敗，佢就係想你香港成為內地其中一個城市。呢啲就係佢哋想見到嘅嘢。如果我哋香港嗰一班所謂嘅愛國分子喺度繼續咁樣推，繼續咁樣，我哋唔講英文啦，我哋講國語啦，我哋學多啲簡體字啦，咁根本上呢班人就係幫緊美國佬。我哋應該做嘅就係講好呢啲英文，繼續吸引國際嘅投資者，繼續吸引國際嘅旅客，唔好淨係單純地依賴我哋內地同胞。講開少少題外話，我成日聽到人講大陸嘅，其實我好反感，因為大陸其實係俾台灣人講嘅。台灣係一個島，佢一片細細嘅陸地，佢哋嗌我哋國家咧，佢哋嗌中國大陸做大陸係合理嘅。但係我哋香港其實與內地係同一塊大陸入邊噶嘛，同一塊陸地裏邊噶嘛。咁點解我哋會嗌內地做大陸咧？我睇嗰篇報道咧，其實就係黎智英呢條契弟搞出嚟。
好似好多機構都強烈建議佢用內地，佢就唔肯，佢就用大陸。佢將大陸呢兩個詞咧，對香港咧，其實就用咗好多洗腦意識形態嘢啊！大陸呢啊，你返大陸啦，你呢啲大陸撐咁，逐漸我哋香港人覺得大陸係一個貶義詞嚟，但係佢哋就堅持用大陸，無論佢嘅動新聞又好，佢啲報章又好，全部都係用大陸呢兩隻字。所以咧，我成日一聽到我身邊嘅人講大陸咧，我就會糾正佢，唔係大陸，係內地，更加唔係國內。有啲人話：喂，唔係，我唔講大陸，講國內得唔得啊？我哋一國兩制已經係喺國內啦，國內就更加錯。即係呢啲係題外話啦。咁就希望我哋愛國者治港嗰班人唔好太過偏左。愛國嘅主義係要有，譬如好似中環有條叫伊利近街。原來呢個伊利近爵士，呢個伊利近呢條契弟就係下令火燒圓明園嘅人，即係呢啲咁嘅歷史同我哋香港息息相關嘅人物，佢點樣去侵犯我哋嘅國家？呢類嘅歷史我哋可以知多啲，我哋可以讀多啲，一啲愛國嘅主義教育我哋可以灌輸多啲。不過就唔好將我哋嘅國際化、我哋嘅國際性慢慢變成內地化、內地性或者中國化，咁樣好危險，亦都唔係對我哋最好。我哋需要嘅係唔好再俾嗰班西人攞走我哋嘅特殊，唔好再俾嗰班西人令到我哋中國化得滯。中港融合係需要，但係保持住國際性，咁樣先能夠彰顯突顯到我哋嘅一國兩制。即係未來我哋香港條路點行呢？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議題。你話我哋呢啲星斗市民真係好難去講得清、講得明或者講得通。但係偏左得滯，我就肯定地係錯嘅。我相信國家都唔想見到我哋香港人咁樣。以前我哋最黃金嘅年代就係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年代。現在我哋依然係背靠祖國，但係聯通嘅世界可以係一個咩世界呢？中東國家嘅世界，定還是歐洲國家嘅世界？美國呢，就好難繼續再好似以前咁樣再聯通落去啦。因為而家唔係你唔想，係人哋唔想。人哋見到你香港如果繼續咁樣可以聯通世界嘅話，就的而且確幫到我哋國家啲企業啊，或者人民幣啊邁向國際化。所以佢用盡一切方法去破壞你嘅國際化，去破壞你嘅國際性。現在能夠點做？即係我哋班愛國者真係要思考下。唯一一句就唔好太過左，太過左就令到香港，即係太過左就係破壞緊香港。今日分享咁多啦，thank you，拜拜。